诶，这个 YouTube 那看起来 ，YouTube 送出去吼，应该是有啦。好，咱继续来读吼。1644年，10月29吼，直接调车啦吼，因为内底佫包一本，另外一本日记吼，是因这个彼得本这个队长吼，带300个兵吼去拍这个噶玛兰，啊，到尾佫随对这个圣罗伦斯湾，再佫靠转来这个鬼人吼，我记是鬼人吼，啊，即卖因转来鬼人吼，咱继续看咧，10月10号吼，指挥官，所以过来，咱这日期是10月29嘛吼，所以10月10号到10月29，差不多个20天吼，哇，遮厉害啊！20天安尼行对过人行到即个台南，好，来看吼。10月10号，指挥官含伊的议员开会吼，每一个有意见的人，伊拢互因发表。也决议讲，迄个先那埃尔社的酋长吼，较早拢念做先那吼，念做 ER。迄个先那埃尔社的酋长名叫做马龙吼，因为伊有数次叛变的即个恶劣行为吼，并且将反抗外大为扩散。并且甲即个反抗的即种情形啦吼，算去感染着其他人嘛吼，所以去扩散出去吼，扩散吼，其实是袂当读扩散，毋过就是就是人惯势读扩吼，因此就爱用旁船吼，乌特车吼，乌特勒兹吼，乌特勒兹河。因此爱用旁船吼，乌特车送伊去台湾，就是要甲即个定下咧叛变的即个吼马龙，也处理了一寡其他哩哩扣扣的代志吼，琐碎的事情吼，哩哩扣扣。详情记载伫个决议录内底，讲即个先啊写即个邮长吼，伤搞怪吼，就甲你送去台湾吼。并且决议本国个12号2天后，吼，阮要奉上帝名开始经由陆路前往台湾之旅。2天后要行军转台湾吼。迄只奎尔船叫做哈斯温号和旁船乌特号呢，乌特勒兹啦吼，乌特号要载着破病甲衰弱的人出航前往台湾吼。算破病的无法度行，就坐船啦吼，并且要载阮的批信去甲长官阁下讲，讲阮转来到此地到遮为止的即个情形吼，就是进前发生的代志，一直到即个过人即只吼，但是会写伫批呢吼，要互船先载转去，但是迄只大领港船和迄只旁船叫做低门号呢，是要载着，估计是阮还阁会需要一寡食软甲作战用的即个火药吼，沿着海岸倒后壁来航行吼，就是补给就对啦，爱倒咧行啦吼。迄寡剩落来食软爱留落来互驻军吼，一切拢安排妥当。好10月10号吼，咱阁继续看咧吼。10月11号，就要行军的前一天，士兵分发装着数日份的食物吼，就是开始咧分物件嘛吼，准备要出发。譬如面包吼，就是芳啦吼，肉啦、肥肉啦、大娘刀啦吼，分了后吼，数工份的吼，毋是干那分一支啊好，几啊工的份吼。分了后，全军就坐船渡过迄个河流，即只决号写讲，应该就是淡水河吼。即暝住伫个八里分八里分社咧，所以即嘛我记毋对吼，因是转来到过人
即摆是转来到淡水遮吼，啊渡过淡水河伫个八里分遐，住伫八里分遐吼，啊，即摆对八里分往南行啦吼，诚趣味啊！安尼伊可能会行过啥物所在呢？就是即嘛啥物观音啦吼，啊，啥？机场遐啦吼，差不多大园啦吼，啊，观音大园，好，约乐性会到咧吼，即甲位啊，我大概有知影吼，啊，门港吼，新丰新丰啊，过来。经过阮竹北海边啊，伊若行海边啊，应该是行海边，因为因的即个补给啥都对海嘛吼，船咧走，所以无可能离船伤远啦吼，应该是行海线。竹北香山吼，啊，搁落去竹南，搁落去哈，我著较袂记啊，即海边啊，沙鹿无，还袂到沙鹿啦，苗栗迄甲位啊吼。袂记个地名啊，今仔去迄个袂记地名。好，咱看就对了吼。再个12吼，伊开始要行吼，即工指挥官阁下严肃责任，淡水的主管爱促进公司的业务，赶紧建造迄个碉堡，并且就是啥物啊？指挥官阁下吼，即指挥官是啥物？倒一个指挥官？应该是淡水遮的指挥官吼。并且爱好好注意，以免浸水或者是造成其他损害的即个代志吼，并且对所需要的代志拢爱妥先来下令了后，伊阁下就伫咧今仔日早起坐船渡河，随命令军队出发。首先有一小段时间行伫咧经由即个，佫袂记。沼泽地吼，沼泽嘛吼，我记得昨有早过吼，泽是泽啦吼，沼是我记得是沼吼，沼泽地，行伫咧经由沼泽地的一条歹行的道路上吼，就是行一条诚歹行的即烂刮刮的路啦吼。行过迄条路以后，就来到海边啊，吼，所以伊嘛对八里分行到海边啊嘛，吼。即个海边啊道路，当然即海边啊是倒位呢？我来开地图吼，虽然毋知影，伊无讲甲介明，咱大约知影一个啥物所在。我开遮地图。地图，我地图开了，我电脑搁较慢啊。电脑平常时是拢好好啦，但是一开即个吼直播的即个 YouTube 要直播的即个软体叫做 OBS 吼，迄可能就占资源的，一开我电脑规个拢慢去，所以我若无用 YouTube 直播是比较慢。好，来，八里分吼，八里分啊，讲行一小段时间，行一条咱毋看的路啊，咱就毋知即条路伫倒位啦吼，就来到海边啊吼。即嘛吼，当然西边即条线61号。有可能啦吼，有可能就是因较早行的路嘛吼，咱就 suppose 吼，假设讲伊就是行即条吼，因为我看即遮八里分即遮嘛是拢山路吼，你若无行即个海边啊，其实原来是足好行的吼，无介好行，所以应该是行伫海边啊，无毋对吼。咱转来日志遮继续看咧吼。即个海边仔道路有一寡所在真好行，阁有一寡所在呢又阁是完全布满
石头仔的路吼，真恶渐进吼。要暗啊呢，所以是有路啦吼，只是用石头路歹行安尼尔吼。所以即个西滨吼，380年前的西滨就是安尼吼。要暗啊呢，我下个寮迄条，毋是下个，应该叫做寮个吼。因为这越过我毋知是啥物件，后壁是写讲是南坎溪的支流吼，所以是寮过迄条南坎溪的支流，阮伫咧一条小溪边的长草里就地休困吼。来，南坎溪，我毋知南坎溪伫倒位呢？即嘛毋知个错即条溪个，我看觅啊。南坎溪，南坎溪，有呢吼，所以是用即嘛迄名去翻较早即条溪啦吼。其实嘛是，伊嘛无黑白翻啦吼，因为即个伊有甲外文写做叫 LANCAM 吼，就是南坎吼。所以即个南坎应该毋是地形的关系，是就是较早古早名就叫做南坎吼。南坎溪出海口就是德维仔渔港遮吼。若讲即个出海口应该是无，对，应该是遮吼。即遮是倒位呢？即遮就是桃园机场吼，桃园机场啊吼。桃园机场是东北西南向嘛吼，伊伫咧东北向的即角位啊，上活海边啊即遮吼，就是东北向的即个边啊，就是南坎溪啦吼。机场的即个边啊，就是南坎溪。东北边即个边缘的所在，就是南坎溪吼，就是等于是以南坎溪为界吼。倒手边是机场，正手边就是就是迄个毋是机场吼，就是即条溪吼，叫做南坎溪。即嘛即条南坎溪正手边其实是一个工业区啦吼。远雄航空自由贸易港区股份有限公司，佮即个青武吼 Starlux 的航空运筹中心，伫遮吼。过来就是海湖工业区，所以即条溪就是即嘛绕过海湖工业区甲即个机场，伫咧即个德维渔港遐出海吼。所以伫咧380年前行来到遮吼，沿即个海线吼，西滨对8里分行到遮，安尼差不多偌远呢？我等下摕笑小扭一下。差不多十外公里。啦吼，我拄则扭到10外公里，是差不多扭到一半尔吼，差不多到20公里啦吼，因迄个过对8里行过来，安尼行到遮10外公里，20公里以内啦吼。我无迄软树通扭，哎呀，迄软树都我多扭，差不多28公分，28公分，进3公分是2公里，9得差不多18公里20公里吼，对8里行到遮。好，咱转来20遮吼。讲要暗啊呢，行过绕过了迄条南坎溪的支流吼，阮伫咧一条小溪边的长草里就地休困吼，所以迄当已经要暗吼，因即工行20公里吼。伫遐呢，距离海岸往内陆的方向差不多半里的所在呢，
伫 Baracosak 即个社的对面。该社是伫个搁较往内陆前往山地去，估计还搁爱2里的所在吼。阴暗天天色非常的阴暗吼，看起来是会有一场大风雨。阮因为惊讲落大雨，又搁无庇雨的所在，所以就尽可能来继续行落去。结果伫咧半暝落了一滴仔雨吼，真可怜吼，夜行军啊吼，半暝夜行军，行到半暝。所以因伫即遮是休困一下，拄则讲伫咧南坎过了南坎溪了后，小休困一下尔，就要继续行吼。啊，若搁继续行，就行到什物所在呢？继续行哦，叫做库厝吼，我是毋知影即个所在吼。你若住伫通关甲外海吼，我讲知影有吼。后厝港啊，库厝吼，内海海湖一寡所在吼。过来呢，就是观音工业区甲一个所在叫做，我毋知，我颠倒台语我袂晓讲吼。即个所在叫做草塔吼，草塔我毋知恁捌听过吼。草塔即个塔咧，我知影，台语要安怎读？即个塔里呢是水里边吼，边啊一个敢若皮类即个类啦吼，但是所以读做蕊吼，华语读做塔啦吼，叫做蕊吼，草蕊吼，蕊就是水的名，或者是淡湿吼，湿润。本然甲湿相像吼，就是淡的意思啦，淡就是蕊啦吼，就是草塔即个塔吼，草就是草埔迄个草吼。好，咱转来日是遮吼，因为这是10月12已经读煞啦，因讲行到半暝啊落一滴仔雨。好，咱继续看。因无讲当时休困，但是应该是半暝就休困。10月13，规工透着强烈又搁急速的北风，天空阴暗，就要落大雨啊吼。首先沿海边仔行一段路，就转往内陆，经过一条伫咧绿地和分散的河流也未开辟的道路。等下吼，咱拄则10月12有讲到讲过南坎溪吼，遐有一个一个社叫做 Baracosak 社对面吼，因是伫咧即个所在。即个社吼，像讲我看下地图敢看会出来啥物社？应该是看袂出来吼，无即个地名无，即个社名无注解吼，毋知伫即嘛倒位吼。好，10月13，因为天正乌暗吼，沿即个海边仔行一段路，就转往内陆吼，经过一条伫咧绿地甲分散的河流的也未开辟的道路，经过即条道路吼，伫咧下晡又行对海边啊，我来看。大约我是安怎行呢？要安怎看因当时转往内陆呢？伊无讲呢。经过一条伫咧绿地甲分散的河流未开辟的道路。即只河流其实真侪条啦吼，较大条的是过南坎了后，较大条就是拄则讲库厝遐有一个可能有一寡库厝遮叫做湿地吼，所以即遮流对即个海里的即个河流其实几若条吼，细细条也就影啦。啊，过来呢，观音工业区遮有一条较大条的吼，较大条的毋知有名无？
我著爱看一下距离吼，对观音工业区即个倒边遮到即个南坎溪口安尼，差不多是30公分，30公分，即嘛比例笑，差不多是4公分2公里吼，30公分7×4=8，7×14吼，差不多14公里啦吼。因对南坎溪行到即个观音工业区遮吼，差不多14-15公里遮吼，就遮算观音啊吼，桃园的观音啦吼。我哩又是遮啦吼，伊讲对伫遮，咱倒来即遮讲，因着我对热络嘛吼，因为即遮观音遮就较平吼，较平坦，都无山吼。我著爱开一个图腾，开一下地形图，用地形对，我即马看就是地形图吼。观音工业区过了库村，无应该是讲过了南坎溪了后，就路就拢一边的啦，吼，应该是免爬山吼，所以因伊讲某一条溪了后，热络行吼。好，咱继续看吼。未开辟的道路，伫下晡又搁行转来海边啊吼。要暗仔来到几座山丘的后面，啥丘？我记得丘是读做 Q 吧？丘。Q 吼，就是 Q。所以要暗仔来到几座山丘的后面，看到伫遐有树木，吼，真密的小树林，所以阴暗就踮遐过暝，米过真侪风，吼，算树林挡遮风嘛，吼，树林遮早，所以较无遮侪风。我毋知伊是对倒位行入去内陆，又搁到尾搁行转来海边啊遮吼。因可能是拄着即个溪吼，就内陆较行嘛，较找一个较好撩溪的所在，再搁撩过了后，再搁对海边啊行。我又应该是还未行到即个永安渔港，吼，遮一个永安渔港是新厝遐的吼，新厝就是新屋吼，桃园新厝，阮叫新厝啦，吼，阮讲新厝。有可能伊是干若行到即个新厝遮啦，吼，上远，我认为应该是即工是行到新厝遮啦，永安渔港，因为对南崁到即个观音工业区的拄则讲14-15公里嘛，观音搁过来差不多是5公里，无到10公里安尼吼，所以应该加到应该是袂到永安渔港啦，应该是伫咧即个遐一个所在叫做大潭工业区吼，可能是伫遮吼。加是到永安啦吼，到永安渔港就用20几公里去吼。看伊一工的路行的即个，差不多是安尼。好，咱搁继续看吼。我本来想讲，迄个小树林是毋是迄个红树林，但是永安渔港遐敢有我无印象吼。伫较活竹北的即个红树林，伫个叫做红门港遐都有啦吼。但是因也无可能行遐近到行到遮吼，行到即个红门港遮。好，咱继续看咧吼。10月14，来10月14有一个地名哦，真看起真亲切的所在。10月14，
早晨就是早起，佮沿着海岸前进，约略伫中岛来到德灿河，来，德灿河啊，中岛行一步来到中岛，中岛行来到德灿河，咱看一个对咱算大潭工业区行到德灿河呢，有可能是头前溪，嘛有可能是阮讲后壁溪。但是头前溪和后壁溪呢，伫海边啊，其实是夹做伙，所以我毋知影对一条溪，但是绝对是拢，不管你是头前溪后壁溪啦，后壁溪叫做凤山溪，头前溪就是头前溪，头前溪后壁溪，因伫咧即个海边啊是两条溪是夹做伙，所以不管伊对一条溪，就是伫遮，我看嘛对大潭工业区遮，我对遮算起啦，到头前溪差不多21公分，21公分，差不多无到5公分，是5公里，22差不多4倍差不多20公里，安尼差不多嘛但是诚紧啦因为到中岛命半工命伊就行要20公里啊但是有可能是你若对永安渔港算过来是无到20公里啦我是对大潭遐搁较北算过来这就是会经过啥物所在呢？来，我先讲下永安渔港新厝过了后就是新丰新丰这遮呢，我拄则讲的有一个阿门港，阿门港呢遮是有就是有一个红树林这地名我就讲下永安渔港、本仔港这地名我无解清楚，鹅干科间啦鹅仔迄鹅鼻仔头、红门就是红门港遮坑仔口坑仔口一个新丰坑子口靶场你若有看这个新竹地方新闻有电来看着，较早定看新丰的这个坑仔口这个拍这个较早是炮咧拍啦应该毋是一般射击啦，就是有炮咧拍的所在过来这就是桃园大地含这个竹北平原一个岸安尼大地是若敢若岛啊一个悬悬的这个这个一个岸落来就是竹北平原所以这个新丰甲这个竹北是一个落差诚大一个所在伫咧即角位你若行海边，你经过遮对新丰甲竹北即遮你拢会经过一个叫做华语叫做明隧道一个磅空是高一边尔，一边是山壁，一边是用这个伊顶头用这个那敢若触电建起来一边是外海你会当看到海所以叫明隧道，讲敢若顶头封起来尔海边这边是开的开放的为什么伊这遮要封起来呢？我较早所知影是讲，因为较早这炮伊这射击的时阵，拢是拍对海的去惊讲去伤着这遮经过这个叫啥西滨的车啥，当然是袂啦，但是你若去无拄好拍无准，拍无出海落去这个遮就代志大条所以伊就用规拢顶头规个拢伊就扛起来这是明隧道，为什么这遮有一条明隧道我毋知恁有熟悉无？恁若有行西滨的人，就知影这边啦这就是新丰甲竹北交界遐落这个坎了后这遮叫啥所在？我煞袂记，这遮叫山骹啦山骹凤鼻尾隧道迄个叫做凤鼻尾隧道凤鼻尾这个隧道过来就是啥物，有叫博拉窟啦，鱼寮就是南寮这遮
鱼寮是毋是南寮啦？南寮对面是鱼寮吼，就是鱼寮经过溪，经过头前溪才是即个南寮吼。鱼寮即个阮叫做新港吼，一个地名啦，就是行政地名叫做新港，但是即个在地人拢叫即只叫鱼寮吼。啊，鱼寮佮寮过溪北就是博拉窟吼。OK， 博拉窟就是巴拉啦，因讲巴拉，阮即只拢讲博拉吼。好，咱转来第几只？哦，啊，我咧逐逐行，我拢行几啊工哦。早起呢，沿着海岸前进，伫咧中道来到竹杉河吼，迄只小船吼，应该是指迄只领工船啦吼，停泊伫咧迄个河的港内。所以若毋是停伫咧鱼寮即只，就是停伫咧南寮遮啦吼，即只拢有港吼。即个鱼寮我拄则讲新港为虾米？因为较早旧港就是伫咧即个南寮遮叫旧港，啊新港就是后来叫新的港。啊，但是即个新的港其实无讲介大咧，我记得是，我即马甚至都看袂着啊，新港是啥对？好。即嘛应该是拢无港啊吧？新港遮感觉有港，无看到港。好，啊，所以即只因即个补给船吼，应该若毋是停伫咧鱼寮，就是停伫咧南寮遮吼。咱继续看。但是呢，迄只篷船叫做低门号，无法度通进入迄个港内，可能较大只啊，即港拢浅浅啊，拢刷补。所以咧，趴定停泊伫咧迄个河口的外面，嘛看到有一只属伫三峡诶新仔人的篷船吼，就是即个新仔可能是生意人叫做三峡吼，属伫即个新仔人三峡篷船吼，伊摕有长官阁下所发的迄个通行。歹势，通行证吼，停泊伫迄遐咧交易。途中除了上述迄个村社，就是巴瑞科萨社吼，巴瑞科萨社拄则已经是讲伫倒位啊？伫桃园吼，伫咧即个过了机场，可能机场甲即个迄啥观音吼，观音即到位啊，迄遐嘛吼，还有一个啥物溪我煞袂记，还有南坎溪遐嘛吼。哦，毋是南坎溪，搁较南是即个机场搁落是观音遐吼。除了迄个村社以外，无看到其他的村社。另外遮远哦，所以你要有一个概念吼。对德北吼，对新竹竹杉即只吼，北你若要有人住的所在，爱到即个拄则讲的即个巴瑞科萨社，这是海线吼。你若行山线，就是行南坎，行对即个杨梅啦吼，湖口杨梅啊，中立安尼行吼。较早你若看旭英号的即个游记吼，我记是旭英号的啦，玉永河的即个游记内底，伊是行即条线，吼。伊嘛是安尼讲吼，伊讲过即个竹杉了后，全是即个那甲干网啊、草网啊，草拢足暗的啊，规人悬安尼吼。内底密信的迄种的吼，啊，规片安尼一直拢无人住，拢是无人住，一直到倒位？到南坎，啊，南坎就含即嘛即个讲的即巴拉科萨社差不多所在啊吼。巴拉科萨社拄对来讲是伫南坎溪南边嘛吼，机场过落来到观音即只嘛。啊，南坎就是拄则南坎溪就是南坎就差不多嘛。我看遮南坎含，拄则迄个南坎溪草，南坎溪口啦吼。溪口就机场嘛吼，桃园南坎，我相信就是南坎溪的上游啦吼，南坎伫倒位吼？对，南坎伫咧南坎工业区伫咧机场的东南边吼。OK， 遮叫做路竹吼，南坎路竹。差不多，反正就是你爱有一个印象吼，
至少吼，较早小永和我是知影印象讲遮南崁遮对德北一直到南崁你拢无人住，全部呢是即个荒郊野外吼，即个叫做啥？蛮荒世界吼。啊，即嘛差不多，恁海线嘛是差不多吼，一直到即个南坎溪遮，到即个春社。好，来继续。哦，所以看这实在是袂歹吼，互我对即个台湾吼，会去理解搁较宽吼。当然较早我就已经知影到即个山线部分，海线今仔日才知影吼。转来日志遮，即嘛9点过8分吼，讲除了上述迄个村社 Barracosa 社以外，无看到其他的村社。但是担任向导翻译的淡水人甲阮讲，往内陆去数里远的所在，抑阁有3个村社，还未有任何荷兰人去过。即个村社称作补考社，吼，补考 Poucal，吼，补考社是伫个即个德产河边，吼，所以伫即个社是伫个毋知是头前溪边呢，还是即个凤山溪边，吼。凤山头前溪是较大、较阔一丝啊，凤山溪其实嘛袂讲介矮吼，两条溪其实拢诚大条吼。但是头前溪是较阔啦吼，头前溪可能看搁较无甲双倍啦吼，但是感觉会出来较阔。你若看地图，你就看会出来吼。地图你看迄个头前溪是绝对比凤山溪吼较阔一丝啦吼。但是即个补教社是倒位呢？我毋知影是倒一条溪，伊讲伫个溪边吼，啊差偌远呢？往内陆去数里远吼，数里远毋知偌远吼。我所知影是伫即遮有一个叫做，当然新社莫讲吼，新社迄是清朝倒以后诶代志吼。搁较古早是一个叫做，我煞袂记伊诶名，叫做啥？毛伦，我一时也袂记。我知道一个吼。敢若会记一个门尔尔，其他拢袂记啊。毛少昂社啊，我看觅我要安怎？好啦，我等下再知，我后回再甲各位报告吼。我才袂记迄个地名吼。当然即嘛已经无迄个地名啊，所以什么我即嘛找袂着，所以袂记吼。就是阮即甲德北较往即个德北是一个足长诶吼，伊拄好夹伫即个头前溪甲即个凤山溪中足长诶一个市镇安尼吼，伊诶即个行政区啦吼是长高型诶。你若真正行即个创馆路安尼驶过去吼，有时仔你驶倒过去啊，你都毋知影经过德北吼，伊是南北足矮诶吼。所以呢，讲有3个村社吼，即个村社叫做普教社，是伫个德产河边，距离海边啊半里的所在。即个村社酋长甲人民伫个要暗仔来阮遮吼，来归顺公司吼。所以阮即到位啊，阮德北吼，归顺荷兰人足早吼。我即摆看，我才知影讲原来遮尔早吼，伫个380年前吼，就是已经
归顺互咱人啊吼。承诺要遵行以前所提过的、所提起过的迄寡条件啦吼，照做吼，并且愿意缴纳年度贡社，但是声明，因为最近有真侪生仔生理人坐篷船来遮来收购或者是来交换因所有的落婆，因此呢，因即嘛已经无落婆通交啊吼，只敢若剩这5-6天所掠到的落婆。即寡呢，就将会全部来早来交互阮。如果因为因无种稻啊，因此呢，也袂当用米来缴纳贡社吼。OK， 我知影伫咧清朝的时阵吼，即只阮德北即只阁算是迄个平埔原住民，平埔原住民因叫做刀卡斯吼，刀卡斯社。因的腊场，阮德北算因的腊场，德北是迄当无人徛起的所在啦吼，是专即个草莽足悬的即种所在吼，啊有鹿啊，有会当是因即个斗甲是因拍拉的所在，意思就是讲因靠拍拉为生吼。我即马讲的清朝的吼，有种稻啊无种稻啊毋知，就是讲迄当阵搁你靠拍拉吼，所以。伫380年前，因无种稻啊，这是会当想会到吼。因此，因无法度通用米来缴纳贡社。后壁我互写讲，伫阮如此甲因讲以前，因就应阮讲，今年欠缴的即个落婆，明年将会补缴吼。对此呢，指挥官阁下考虑了后就接受咯吼。这是10月14。过来10月15，歹势吼，伫新竹停较久吼，因为这我上熟的所在。10月15，上述的即个报告社吼 ，POUCAL 即个报告社的居民，伫咧昨昏，我认为即个报告社因为离海无介远嘛，半里的所在嘛吼，所以和我拄则要讲的迄个社是即嘛6家，我拄则一直想要查迄个所在，其实即嘛即个6家各位较知影是较外山吼。因为是客人的所在吼，啊，即个报告社呢，因为离海才半里，所以应该毋是即个我拄则要讲迄个社吼，是一个无定就是我自细汉大汉的所在吼，叫麻园吼，但是麻园离海可能无甲，可能搁较远一丝啦吼，讲半里，当然我半里毋知影伊讲的里是啥物里啦吼，公里、英里差不多啦，咱若算英里算公里安尼吼，我大汉所在，我较早出世大汉的所在呢，离海差不多偌远呢？差不多，这安尼是无甲5公分哦，是1公里。安尼啊，这只呢差不多是16公分吼，3倍吼，差不多3公里啦吼，所以有较远一丝啦吼。我出世大汉的所在叫麻园，啊，但是阮隔壁啊庄叫做啥物呢？叫做白地粉，白地粉佫隔壁就是鱼寮吼，鱼寮伫海边啊嘛吼，所以呢，伊迄个村社呢，有可能就是伫咧白地粉吼，白地粉其实是我的故乡吼，因为阮爸因伫咧白地粉出世，是后来搬来麻园吼，所以即个我看到遮，其实我心内足感慨吼，即个村社无定咧，和阮祖先有伫遐关系吼，这我毋知啦吼。当然，阮祖先是男性的即个马是当然是对长山来的吼。查某就歹讲吼。好，咱转来伫市遮吼，所以即个村社绝对是伫咧白地粉啊，因若看讲半里绝对是白地粉吼。白地粉，你听这地名你就知吼，白地粉吼，白地粉吼，这应该是原住民来的即个名吼。补教和白地粉差诚多啦吼，可能毋是。10月15，
上述的这个报告写居民伫昨昏和今仔日总共炸来约40张落坡，即寡落坡拢装入去迄只领工船吼，用船载吼，无可能现滚炸搁爱即落坡吼。即位官阁下搁再一次命令将装胖、装肥肉甲装肉即个大牛刀啊分发落士兵吼。因对10号、12号行到遮嘛，到第3工尔。对10号、12号出发嘛，12、13、14、15算第4工啦吼。搁开始分食吼，所以一个兵一工会当炸食就炸差不多4工夜、3、4工夜安尼吼。即个分发的工作伫咧路上开差不多2、3点钟吼，随即出发吼，因敢若分食分2、3点钟啊吼。束河渐进一段路程，束河应该是头前溪啦吼，因为头前溪正阔吼，尤其是伫咧外海所在，迄足深诶吼，迄是足深诶吼。外海说要出海口遐是较深啊，你无可能撩过去，啊要想过去，莫足阔吼。讲实在，水性无好，想袂过吼。啊，所以因着束河前进一段路程，就是伫阮德北即边啦吼，即个山里行吼，为着要找较容易渡辽溪诶所在吼，渡河啦，其实是辽溪诶所在，因为即条溪真深，伊是即条河真深吼，即条溪真深。我较罕咧去头前溪去受水吼，我自细汉伫咧凤山溪，就是阮后壁溪啊，我伫遐受水大汉。所以我知影深有深诶所在啦吼，啊浅有哪里着水无甲脚头有诶吼，了就过去啊。但是迄是我拄则讲，这是伊是较微吼，凤山溪是比即个头前溪较微做诶吼。因为讲即条溪真深，了过去了后，阮又搁再一次行往海边啊吼，就是所以因了过了后，搁往海边啊行吼，毋是行对即个山里，因为过来伊若要行即个较矮诶所在，其实边缘足快啦，所以伊是往山里去，敢会行对山个，应该无行遮内底会去吼，就是六甲遐应该无可能行到遮远去。好，问题就是因搁往海边啊行吼，安尼表示潮民嘛，因补给伫海边嘛，伫咧船顶嘛，所以伊搁行对即个南寮迄边去，可能无直接行对南寮啦吼，就是车啊行嘛无定吼。伫咧即个上午诶时间，阮行过几处深诶河床吼，礁泽地甲饮水诶所在吼，下晡经过浅水平坦又搁好行诶沙滩，即是啥？香山，我哩晓啦吼，应该是香山吼。但是一直到暗时啊，拢找袂到清水通啉吼，找无水通啉吼。因此呢，继续行到暗时啊1、2点钟，总算看到沙丘吼、沙坡啦，含一条转弯袂绿诶大路，路吼，各位，迄毋是洪荒世界吼，即当阵已经有人行出来大路吼，是安尼写吼，一条转弯来绿诶大路，但是犹是找无水。即暗，阮半暝啊，已经暗时啊1、2点钟，即暗阮只好尽阮所能，家己想办法，家己想办法，这毋知啥物意思吼。我看卖9点21分吼，我看一下地图，我看因可能是安怎行法吼。过头前溪吼，啊，搁往海边啊行吼，往海边啊行，我讲无可能是搁往溪边直安尼行嘛吼，所以无可能搁行到即个南寮即出海口遮，应该是往南行，处啊行安尼，处啊行，可能就是行到即个香山遮吼。伊讲啥物南华瓜诶所在吼，我看伊遐是安怎讲，伊讲阮行过几处较深诶河床、礁泽地甲饮水诶所在吼。OK， 下晡经过浅水平坦佮好行诶沙滩，这应该是香山遮啦吼。
你若看地图，伫咧上山遮嘛是几片吼。当然迄是海埔新生地吼，有可能迄当阵抑阁无即块地吼，所以嘛应该毋是香山。香山海埔新生地边仔就是山吼，所以若讲伊若是可能是行到即个南寮海边仔啦，我嘛无介清楚，可能到倒位吼。但是因无可能行山，伊无讲因行山嘛吼，所以香山为什么叫山，就是迄边是山嘛吼。新竹市向南牛埔吼，牛埔大庄香山吼，这是较悬地势较悬的所在，但是咱拄则看听就知影，伊拢行迄个浅的边低的所在嘛吼。所以边界的所在，就是比如讲，伫咧即个头前溪遮，南边是叫做啥？竹北过即个头前溪即条桥过去迄边叫啥？叫做水田，水田你一听就知吼，那边有水的所在，叫做一开始叫做南嘛，南嘛你一听就知叫南的所在，南挂挂的所在吼。南嘛过来是水田吼，是足歪的，迄是小砖头尔吼。南嘛水田安尼吼。咱嘛水田过来就是即个机场啦吼。当然古早无机场啦，我咧有印就是行对机场即只吼，行对南寮海边啊，行对无到香山啦吼。好，咱转来第四只，咱继续看，剩无几分钟，咱继续看。讲暗时啊，行1、2点钟，才看到讲沙坡甲一条转弯落绿的大路，但是找不到水吼。即条转弯落绿的大路是对一条路呢？你若要以即嘛现在的路来看吼，毋知是倒位吼。香山过来就是埕顶吼，即只有一条溪叫做啥物溪？中港溪哦，我煞袂记即条溪，毋知影即条溪叫啥溪？盐港溪，新竹市甲苗栗县的交界，即条溪叫做盐港溪，我毋捌听讲诶。好，毋知影是倒一条路吼。无大理解倒一条路，好，继续看咧。好，10月16，我看嘛，佫剩5分钟，我看一下有笔记无？今仔日讲，我那笔记记袂少呢，我看嘛。安尼10月16可能剩4分钟，10月16可能明仔载今日拜几？今日拜，明仔载休困吼。咱后日才读啊吼，10月16，后日才读。我来看一下3年做笔记吼。来看一个吼。芭比来转来探班吼。草塔吼。即个啥有写啦吼。台湾叫做草蜡，我真正袂晓讲吼。我嘛毋是在地人吼，当然我定来经过吼，行这西边的时阵经过，看即个看板写即个草蜡吼，但是我袂晓读吼。草蜡呢是台湾桃园市观音区一个传统地形名称，是伫咧该区东北部。其实草蜡无伫咧即个西滨边啊吼，伊是西滨爱佫即个内陆佫行一截仔路吼，是迄看板是写讲草蜡遐行，所以大大字安尼写，所以是看会着吼。相较伫今仔日的行政区，伊的范围大致是包括草蜡里、宝强里、草心里吼，这在地人才知啦吼。传统音叫做草蜡，桃园人的新音叫做草蜡。OK。南坎、大考坎，大
大颗坎应该是大溪吧？我毋知啥物倒位早来吼，大颗坎应该是大溪哈，有人讲大溪坎吼，大颗坎。南坎溪旧名是青溪，这我都毋知吼。观音区旧名叫做石观音吼，这我都毋知吼。桃仔园吼，桃园较早叫做桃仔园，但清朝倒时阵佫叫桃仔园吼。较早马街对遐行诶时阵，马街定定对淡水行对桃仔园即只吼。因为较早伊拢伫桃仔园遮带女社吼，啊，迄女社足恐怖诶，对因来讲足恐怖诶哈。当然，对于迄当阵台湾即个人来讲是足殊相诶吼，涂骹是土嘛，土粉嘛啊。你大诶所在，可能鸡啊、鸭啊、猪啊行来行去安尼吼，甚至会行入去你房间吼。即正常，我第一床较大，较早嘛是安尼啊。阮饲阮饲诶鸡嘛是有行入去厝内吼。好，所以我较早看马街讲即个旅馆吼，伊是惊到要死啊，足恐怖诶。啊，迄草树啊，掀起来全杀母吼。好，我是桃仔园，迄当阵就叫做桃仔园吼。路德吼，路德拄则讲有人看迄啊，路德厝大园吼，大区园，八德，这八德已经较外山吼，八德厝啦吼，八德厝较早叫做八德厝，大溪吼，大溪坎吼，就是讲古早名大溪坎，大溪，中立吼，中立其实这是客人名吼，中立吼，中立吼，立就是你看草立跟我看差不多意思啦吼，就是。因为客人讲一个洼地的叫做落吼，中立吼，干嘛立吼，边顶吼，杨梅落，这是较换山啦，阮拄则因行拢行海边啊吼。啊，龙潭啦，歹势龙潭吼，龙潭即嘛是换山吼，龙潭边吼，原来是龙潭吼。古早名是龙潭啊，即嘛拢读做龙潭，因为汉字影响，因拢会走煞去吼。好，过来头前溪诶故事，伫出海口处有一个古港岛吼。我拄则讲古港嘛吼，就是即个古港岛，就是即嘛你若去查即个地图，你看Google 地图写鱼寮啦，我讲鱼寮吼。溪流到遮分做两条水道吼，当地人称伫北边叫做后壁溪吼，伫南边叫做。就是会当往德产城吼，就叫做头前溪。德产港就是以古港岛做人员好满的一个上下，就是较早伫遮一个港嘛吼。迄当阵无桥吼，干来当坐船过溪，所以新竹县一初稿提起讲即个渡船头。伊写船头渡应该是渡船头啦，渡船头吧，就是渡过即个头前溪即个渡口，即嘛是。古港大桥取代吼，即嘛有一板桥叫古港大桥啦吼。古港大桥较早是一板桥啊，即嘛就是即个西滨就是行即条桥吼，所以伊即嘛当咧空看吼，已经看袂到迄条桥诶款吼。另外一个渡口叫做鱼寮渡吼，就是北边叫鱼寮，我讲北边是鱼寮，南边是南寮嘛吼。鱼寮渡长度有50-60丈，船头渡只敢若15-16丈吼，所以当知影讲后壁溪看度比头前溪看真侪，是毋是？这出海口是较出看啦，出海口可能较看啦，但是无可能啦吼，倒去即只写毋对去吼。头前溪比后壁溪较看侪啊！你即马看地图嘛看侪，我无要讲你家己去看吼。头前溪诶故事发源伫五峰乡诶即个上平溪甲尖石溪、游乐溪即两条啦，吼，有来源两条溪伫德东汇合了后，成做头前溪，然后经过德东、江林、德北含新德市了后，伫汉南寮含即个出台湾海峡吼，德产车，普教德产车，今仔日新竹，所以普教就是德产车，安尼理解吼。感谢珊妮，我毋知你对早着，但是无毋对，因为你，但是怪怪，你海边啊往即个德产其实半里嘛，无可能啊，半里新竹市离海比阮往离海搁较远咧，怪怪吼。好，继续看咧吼。
而且拄则你嘛看会出来，讲即个报告社是伫咧北平嘛吼，毋是伫咧各区嘛，伊还未各区嘛，所以我感觉三年你这来源倒位我毋知，但是我感觉有问题吼，无正确吼。咱拄则咱看会到讲，报告社是因伫咧大个即个德产区进行即个村社吼。好，过来，报考就是什么 POUCAL 另外一种写法 BOCKAEL 吼，一名叫做杯甲吼。这两个地名另外拼音写做普考，是伫咧德昌区边啊吼，就是当叫做头前区边啊，离海岸无到半毫里，半毫里是3公里啦吼。我拄则咧量，你3公里就是到阮差不多到麻园遐嘛吼，是即卖新德市。毋对啦，新德市含阮麻园是各区安尼尔吼。阮较早阮麻园，阮的即个时代，拢讲啊各区，毋是各区，讲去即个去上庙啦吼，去城诶吼，拢是寮区过去吼。就是南加寮过去就是啊吼。当然较早因寮过去迄也是北门遐吼，新德市较早古早上出名上老咧就是北门迄甲位啊吼。即卖已经当然无遐已经分落去吼。好，过来是白果节，我袂晓读吼。Bergozi 吼，又搁写拼写做巴里科吉吼 ，Percosi 吼，荷兰文献如此记载此地又搁名叫做南坎吼，共一个地点有2种以上的相异的称呼，原因伫咧无共语族有各有家己的地名的叫法吼。Bergozi 是梵语，是当地原住民的惯称，当时住伫咧台南的荷兰人甲翰林外来民族，拢叫伊叫做南坎，意味就是讲所以即个南坎是翰林荷兰人叫的，然后毋是原住民叫的吼。啊，你若讲翰林叫法叫南坎，就是会当理解啦，就是一个坎吼。意味就是讲淡水河南边的山坎即个所在吼。同南坎伫咧荷兰时代嘛，会当算是老类的所在吼。过来是寮溪啊，寮过，这什么意思？寮溪啊，吼，寮溪啊，寮水过溪啦，吼。即搭无桥爱寮溪啊过去，吼，是毋是即个所在叫做寮溪啊？我毋知吼。即搭无桥爱寮溪啊过去，吼，这是什么所在？我毋知吼，寮溪啊。沙仑吼，沙仑吼。沙仑我就是爱伫讲沙丘嘛，沙丘、沙坡啦，沙仑。海埔地全称是海埔新生地，吼，是指伫咧海岸地区经过自然地质，吼，即免解释，大家知影海埔新生地啦，吼。香山遐就算是海埔地，吼，香山活山迄边当然毋是海埔新，是活海这边是海埔新生地，吼，是新的地，吼。我讲新我毋知啦，是几十年啊，几百年我无介清楚啦，吼。好 ，OK， 3年的笔记真感谢，我读到已经超过时间去啊，吼。感谢各位啦，吼。人无讲介济，但是歹势吼，我家己有兴趣读，这是我家己的故乡，所以我读了少认真的吼。我足想要好好了解即个所在，这380年前是做啥物款？这是我自细汉的一个愿望。我自细汉在咧约啊，我讲自细汉无讲介细汉，就是说，比如我读初中、读高中，我直个咧想，咱即甲位啊，伫咧100年前是啥物款，200年、500年前是啥物款？我定来咧想，但是我从来毋知影讲要去倒位找资料来看，毋知嘛吼。我读高中、初中哪有知影？我可能即种物件通，迄当初即嘛读无倒读啦吼。所以后来我一直去读迄个地方史，为虾米顶回我会法度通转去电台采访问我讲即阮迄砖头的历史？我当然是后来一直咧查，一直咧看，一直咧找吼，一直咧了解讲即个我自细汉出世即个即个砖头的历史。啊，较早我所会当理解嘛是270年前，就是即个清朝倒所留落来即个就是迄寡记载。我今仔日等于搁甲阮即个所在的历史搁往前搁提早100年吼，380年吼，所以我今日足欢喜。感谢各位，我要来关房，感谢各位，我今仔日好啊。
真正要困就会做好梦吼，透彻。